Yo，歡迎我哋為 Jupiter Beats 藍調人生啊！錄片嘅時間咧係2025年，2026年嘅1月2號啦。咁啊嚟到2026年啦，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先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啦，即係冇嘢比身體更加緊要嘅。無論係我哋又好啦，運動員都好啦，都係咁樣嘅一個概念嚟嘅。咁啊講緊話今日呢一集咧，點解喺2號就出咧？原因就因為我啱啱翻到香港啦。咁啊翻到香港咧就太耐冇同大家傾偈見面啦。咁啊先嚟同大家做一集特別篇啊，新年特別篇嘅 podcast 啦。呢一集咧有可能我會剪做精華嘅，因為首先咧就有2點嘅，好誠實嘅，太耐冇出片啦。對上一條片咧，聖誕節出嗰一條咧，因為呢一場比賽太 classic 啦，太經典啦，所以佢係俾 YouTube 標示為係違反咗個版權嘅條例啦。咁無論點樣改來改去都好咧，咁就即係都係改唔到啦。咁我費事真係 miss 咗25號呢個 timing 咧，我照出啦。咁啊，其實一如以往都係咁噶啦，只要佢係即係錯咗版權咧，違反咗版權咧，就一嚟做義工啦，二嚟個流量就會被限流啦。所以呢條片咧就做咗好耐，但係得1000個觀看左右。咁啊，如果大家未睇呢條片咧，就記得去睇一睇啦。因為真係一場非常刺激嘅比賽啦，同時都用咗好多心血去做嘅呢件事情啦。咁啊，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啦。我知道佢冇彈出嚟啊，唔係大家冇睇，係佢根本就冇即係推廣出去啊。不過見到後台嘅數據，見到個推廣率係極低嘅，咁可能要麻煩大家就手動去撳一撳啦。咁今日先嚟同大家講就係一啲嘅新聞內容先啦，因為講緊話一啲即係去日本發生啲咩事情咧，留待星期日會出嘅 podcast 我哋再講啦。今日主要同大家嚟即係講幾單新聞，幾單咧係喺呢段時間我去休息嘅時候咧 miss 咗嘅一啲內容啦，又或者係講一講呢個2025年嘅年度發生啲咩 NBA 嘅大事咧，加埋我哋就引用咗呢個美國媒體呢個 NBC Sport 所做嘅即係7個佢哋認為係今年 NBA 最大嘅事情，我哋嚟討論一下啦。而另外加碼2個咧，咁就係我早排喺呢一個 NBA 嘅一啲嘅 forum 上面見到嘅一啲討論啦。咁啊夾埋總共有9個啦。咁啊希望就呢樣嘢嚟去送別我哋嘅2025，迎接我哋嘅2026啦。咁今日大致同大家講下呢啲嘅內容啊。咁啊先嚟回顧下個2025年先啦。2025年都係我哋非常之勤力嘅一年啦，因為成個2025年我哋嘅 channel 開始係即係重新再做翻起，然後出好多嘅片。呢個2025年我哋上次都回顧咗啦，由900個訂閱去到而家7000個訂閱。咁究竟喺呢一年咁，我哋都好勤力，同時間都話勤力都唔算勤力嘅，咁但係相對起以前我哋要勤力咗啦，同埋即係咁大起大落嘅呢個 NBA 賽季，究竟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回顧嘅咧？希望喺我回顧嘅過程之中咧，唔單止我哋講翻呢件事情啦，即係 recall 翻大家 memory 啦，都講下喺接收到呢個資訊嘅當刻，我係做咗啲乜嘢，又或者我當刻嘅第一個諗法係點樣咧？咁同時講下自己嘅生活咧，都同時講下呢個 NBA 賽季發生過嘅事情啦。先嚟第一單新聞咧，我哋即係首當其衝必須要講2025年最爆嘅新聞咧，就係 Luka Doncic 嘅交易案啦。咁喺即係2月1號啊，即係講緊差唔多成年啦，原來呢件事發生咗，就係 ESPN 記者 Shams 咧，就係首次咧就揭露呢個消息，就係話呢個 Luka Doncic 咧將會同 Anthony Davis 咧去交換東家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Anthony Davis 咧當時係仲有傷喺身嘅，然後瞬間地咧球迷就當然係炸了鍋啦。咁啊全世界都講緊呢件事情啦，我哋當然都有即刻出片啦，都做得到我哋頻道上面其中一條即係最多觀看嘅影片之一啦。咁啊即日出片，即日做 research， 真係呢件事情係非常之瘋狂啦。咁同大家講下即係接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做啲乜嘢咧？呢個消息接收嘅時候咧，其實我揸緊車嘅。我揸緊車去邊咧？嗰日就係一個嘅即係要出去買嘢食飯嘅日子啦，喺晏晝嘅時候。咁我揸車就去到沙田啦。大家知道新城市廣場星期日嚟嘅，我記得沙田新城市廣場咧一定係即係排隊入停車場係排好耐噶啦。咁我各位一路排停車場咧，一路突然間 IG 彈咗一條消息出嚟，係有一個朋友 tag 咗我，佢就 send 咗個 IG post 俾我啦。咁基本上我同佢雖然係好好嘅朋友啦，咁但係我哋之間咧就淨係會講籃球嘅，即係佢而佢係湖人球迷啦，我哋都其實都唔係經常性會討論嘅一啲同學仔啦。咁佢突然間 send 咗一個 post 俾我，就同我講湖人發生咗呢件事情啊。我撳開一睇，我見到 Anthony Davis， 見到 Luka Doncic， 我當刻我係呆咗噶，我係喺個入沙田嘅停車場入面咧，我係呆咗，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冇可能會發生，同時間都冇任何風聲會傳出嚟。當然事隔1年之後 AD 又再一次俾人放上交易嘅台面上面啦，但係呢個風聲已經傳咗接近1個月啦，有好多唔同球隊啦，有鷹隊、有勇士啦，甚至翻湖人嘅呢啲咁奇怪嘅信息都有啦。咁但係嗰陣時嘅個內容係基本上冇人係相信呢件事會發生，甚至喺外國都有啲媒體講話係懷疑 Shams 嘅嗰個嘅手機係俾人哋 hack 咗啊。但係原來最後咧係真係因為種種嘅原因啦，講咗好耐啦，就係杜蘭特唔相信 Luka Doncic 嘅身材管理啦，唔相信佢呢樣嗰樣啦，然後最尾嘅選擇就將佢送走，希望可以即係重建咁樣啦。同時換嚟 Anthony Davis 翻嚟都係即係相信防守可以贏到總冠軍啦。咁無論如何都好，呢件事
事情其實事後諗翻轉頭，對於湖人嚟講絕對係一個爽到趴喺地下嘅事情啦。咁但係變相對於而家湖人嚟講有一手咁靚嘅牌，但係可唔可以成功打到出嚟呢？都係我哋球迷會關注嘅對象啦。咁喺另一邊廂獨行俠嚟講呢，咁啊當然即係交易完之後個賽季戰績唔好啦，開季戰績都唔好啦，去到近期先係叫佢啲回暖啦。咁啊當然呢啲咁嘅情況，種種嘅事情累積底下呢， Nico Harrison 就俾人哋去解僱咗啦。可以話呢件事情絕對係2025年最大嘅一單新聞啦。而同時之間都係令人即係難以相信，去到而家呢刻究竟湖人係點樣做到？究竟獨行俠會做咩決定？我哋仍然都係未有一個嘅答案喺度咯。成日都話背後原因曝光，點解要交易 Luka Doncic 或者即係湖人係點樣得到佢嘅？但係講嚟講去都冇一個叫做係完整嘅說法喺度啦。咁啊絕對呢個我諗佢係敢認第二都冇人敢認第一噶啦，佢嘅震撼程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幾 iconic 嘅一個時間點咯。排名第二位啦，美國媒體擺喺第二位嘅內容咧係關於 Chauncey Billups 同埋呢個嘅 Terry Rozier 因為賭博問題而俾人哋係起訴啦，同埋俾人拉咗啦。呢件事情我覺得與其話佢係一個好點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咧，更多地係佢嚟得好突然啊！因為突然之間講緊話 Chauncey Billups 所建立嘅拓荒者防守體系係喺新賽季頭幾場比賽嘅表現，呢算係唔錯。然後轉過頭咧 Terry Rozier 同埋呢個 Chauncey Billups 就俾人哋係拉咗，然後突然之間即係 Chauncey Billups 就冇咗份工，俾人無限期咁樣去停職啦。呢一啲嘅情況其實事後都有一啲嘅新聞顯示到出嚟，就係話 Chauncey Billups 其實唔係利用 NBA 嘅資訊去詐賭，反而係即係利用自己嘅身份啦，去經營一啲非法嘅賭博生意啦。甚至有人話，即係其實佢係俾人哋去裝咗一鑊嘅，因為佢只係作為一個門面，好似作為一個宣傳人物咁樣，但係佢當中都係牽涉咗一啲嘅即係詐賭啊，牽涉咗一啲嘅叫做即係黑錢上面嘅東西啦。咁啊詐賭係講到係點樣詐法咧？我印象之中咧就好似話咩液晶體眼鏡啊，然後有呢個嘅唔知咩紅外線嘰哩咕嚕啊，總之就係呢類型叫做極高科技，好似係玩緊間諜片先至會見到嘅呢啲東西咧，就用嚟詐賭嘅工具啦。今日講緊話呢件事情咧就非常之突然啊，突然之間出現咗。而另外即係 Terry Rozier 咧就係利用自己嘅即係比賽上面嘅表現啦嚟去即係去賭錢啦。咁呢個都係即係而家係仍然係調查緊嘅階段啦。咁係講緊話未必係真係定罪，因為兩者而家仲係唔認罪，所以仲係搜證嘅階段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呢件事情都係令到 Terry Rozier 同埋呢個嘅 Chauncey Billups 就喺呢個大眾嘅目光底下咧，咁啊俾人哋拉走咗啦。咁啊突然之間拓荒者就冇咗個教練。咁但係有人就會話：喂，拓荒者冇咗個教練係一件好事，因為 Chauncey Billups 並冇幫拓荒者做得更加好啦。咁但係我係持有一個叫做 mild 少少嘅意見啦。我覺得 Chauncey Billups 係幫拓荒者建立咗個幾唔錯嘅防守體系喺度嘅。咁但係對於球員嘅執教啊，對於即係臨場嘅調度啊，當然佢係即係未夠班啦，坦白說。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如果你係退休嘅全明星球員、名人堂球員咧，真係揾夠錢啊，唔好出嚟做教練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一世英名咧就會盡毀噶啦。咁呢單新聞我哋嗰陣時嘅 podcast 都有講過啦。咁啊，只能夠講呢一個，你問我喺香港或者喺我哋華語區入面係咪一單好大嘅新聞咧？坦白說，我覺得未必係好大嘅，因為大家對於即係賭錢啊、詐賭啊、黑幫啊，又或者係我哋本身都冇籃球賭博啦，咁我哋其實冇乜概念嘅呢件事情。與其話呢件事情係好大，不如話佢嚟得好急，所以令到好多人都突然間發生咗咁嘅事情咁樣咯。但係呢件事情好搞笑地就係喺外國嘅討論咧，都並冇係維持好耐，基本上係講咗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呢件事就冇再講過啦。但係呢件事咧都係其中一個今年2025年度發生過一件幾大嘅事情啦。咁啊去到中一啲開心啲嘅新聞啦，咁開心啲新聞咧就係關於今年嘅雷霆隊啊，喺2024至2025賽季，雷霆隊就贏到總冠軍啦。咁 SGA 唔單止贏到 MVP 啦，仲贏到 Finals MVP 啦，仲贏到總冠軍啦。咁基本上呢支雷霆隊咧，其實講緊2-3年前咧，仍然係一支擺爛嘅球隊啦。咁但係瞬間地啲年輕球員嘅進步，透過啲選秀權 Sam Presti 嘅運籌帷幄，而呢支球隊成為一個叫做少少 up and coming 嘅一個強權啦。咁你講緊話呢段時間即係俾馬刺啊，即係多次嘅擊敗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喺純戰力嚟講咧，即係呢支嘅雷霆隊喺今個賽季即係25至26賽季咧，絕對都係聯盟入面第一、第二嘅球隊嚟噶啦，唔係佢就係金塊噶啦。喺我角度嚟講，咁關於 Jokic 嘅受傷啊，跟住 Valanciunas 又受傷啊，呢件事情我哋星期日嘅 podcast 咧會再去同大家 address 呢件事情啦。咁我諗大家可以預示到未來嘅5年啦，起碼5年啦，呢隊 OKC 咧都仍然會非常之強勢啦。因為講緊話呢個嘅 SGA 先27歲啦，5年之後即係32歲啦。然後講緊話即係 Jalen Williams 同埋 Chet Holmgren 呢個第2同第3巨頭咧，仲係自己 rookie contract 入面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其實未來雷霆可能即係奢侈稅方面咧會
會有好大嘅問題，好似當年嘅雷霆三巨頭咁樣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冠軍已經先攞到手啦。咁基本上即係呢個組隊已經係成功咗一半啦。同時雷霆都仲有好多嘅選手權喺手啦。咁基本上做補強咧都冇特別大嘅問題嘅。咁所以我諗呢支嘅雷霆咧，未來5年仍然係聯盟入面即係叫做好 top tier 嘅球隊啊。咁啊講到第4同第5件事情咧，即係今個2025嘅回顧咧，都係關於球員嘅受傷啦。而兩個受傷都係幾大程度影響到一個系列賽嘅走向啦。先嚟第一個嘅球員受傷，我諗今個賽季令人最難以去平復心情嘅一件受傷嘅事情啦。咁呢位球員就係 Tyrese Haliburton 啦。咁啊喺呢個嘅總決賽 Game 7嘅第一節嘅時候咧，咁啊本身有少少受傷嘅 Haliburton 咧，就因為即係呢個阿基里斯嘅筋腱撕裂咧，咁啊最尾就即係退場啦。咁我睇咗 Starting Five 睇咗嗰段叫做係 Haliburton 離場之後嘅嗰個畫面啦，係睇完之後個心係會好耐都平復唔到啊！因為 Haliburton 上個賽季經歷嘅嗰個叫做曲線咧，嗰個嘅路程咧，可以話係非常之坎坷啦，可以話非常之迂迴曲折啦。係咩意思咧？一開頭前一個賽季佢當選全明星，大家話佢係一個嘅聯盟新星，但去到上個賽季初段嘅時候表現麻麻地，即係球權係分薄咗出去，做咗多啲傳球工作冇得分。賽季中段嘅時候咧，就俾人話佢 overrated， 然後去到即係賽季尾入到季後賽嘅時候咧，一路每一次打嘅每一個對手，打公鹿、打騎士、打紐約人、打 OKC 都係 underdog， 都係即係下把位咁樣，冇人係覺得佢哋會贏，但係一次一次嘅絕殺。我印象之中起碼即係打公鹿有2次絕殺啦，跟住打騎士有1次絕殺啦，打紐約人有冇咧？好似打紐約人就冇嘅，然後打 OKC 嘅 Game 1係有一球絕殺啦。咁啊基本上佢就係好 clutch，關鍵嘅時候非常之有信心啦。咁成個曲線就係由一個高位俾人扁到極低，然後慢慢一步步咁逆襲上嚟，距離佢哋嘅目標仲爭一步嘅時候，因為個受傷，因為阿基里斯撕裂，而呢場比賽最後係輸咗。咁雖然你話佢係唔係代表佢喺度就會贏呢？咁啊當然係好難講啦。咁但係喺受傷之前咧 Haliburton 嘅手感係唔錯噶，三分波係好準嘅。我印象之中打咗大概可能一半多少少啦，第一節嘅時候已經入咗3球嘅三分波啦。咁啊講緊話即係鹿死誰手係唔知道噶，呢個咁 dramatic 咁神奇嘅季後賽征程就結束喺呢個受傷上面咯。咁啊當時佢受傷嘅時候咧，我都睇緊呢個 live 啦。咁我坐緊喺馬桶上面睇啦，佢一受傷之後咧，我係即刻 oh shit oh no， 即係我係已經覺得呢個嘅情況係令你係睇完之後係好唔舒服咯。包括佢嘅神情啦，包括佢嘅即係身體嘅語言啦，嗰種不甘嘅感覺啦，加上睇埋 Starting Five 佢嘅呢個紀錄片嘅背後啦，呢個感覺係有少少似係當年勇士 Klay Thompson 受傷嘅嗰個感覺，嗰個畫面又有少少似係 J.R. Smith 將個波明明有時間都帶出3分線嘅嗰個感覺，又有少少似當年 Kobe 就係阿基里斯受傷嘅嗰個畫面，特登走翻上嚟射2球罰球。總之就係咁樣嘅一啲好令人印象深刻，但係通常都唔係啲乜嘢嘅好事，亦都唔係啲乜嘢即係令人動容嘅事情，反而就係一啲喺你心中覺得好可惜嘅 moment 咯。咁無論如何都好啦，咁啊 Haliburton 嘅受傷已經係即係恢復得幾好啦。我之前都有見到啲片咧，就佢已經可以入樽啦，可以做低強度嘅籃球訓練啦。咁啊希望佢呢個大傷對於佢嘅生涯仲係起步階段，仲係一個當打之年，冇太大嘅影響啦。咁希望溜馬雖然就即係 trade 走咗 Myles Turner 啊，咁但係會唔會後續有啲補強係可以喺出年嘅即係自由球員大年嘅時候有機會重新再去翻總決賽嘅舞台咧？呢個都係我會期待嘅東西啦。咁啊再嚟之後嘅第5單大事咧，都係同受傷有關嘅。呢單新聞咧就係關於 Jason Tatum 嘅阿基里斯撕裂啦。咁又係阿基里斯，今年好多球員都係 suffer 喺呢個阿基里斯上面啦。咁啊講緊話呢場比賽係 Game 4啊，即係呢個紐約人打呢個 Celtics 嘅 Game 4啦。咁啊 Jason Tatum 咧就喺第4節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喺爭波嘅時候就撕裂咗阿基里斯啦。點解呢單新聞咁緊要，或者點解呢件事咁令人係覺得可惜咧？因為嗰陣時嘅幾場比賽咧，呢個 series 入面咧，其實佢哋嘅戰況好激烈嘅。基本上喺 Celtics 主場咧，紐約人就贏咗2場比賽啦，2場都係靠超級好嘅防守表現啦。然後翻去紐約人主場咧，到 Celtics 係大勝咗1場啦。去到呢一場 Game 4，如果 Celtics 都係贏到嘅話咧，比賽2-2，唯有係第5場呢個天王山之戰，睇下邊支球隊係可以率先係有個優勢。加埋天王山嘅主場其實係喺 Celtics 嗰度嘅，咁所以變相如果係呢個情況嘅話咧，紐約人係一個劣勢嘅當中啦。咁但係呢個嘅受傷就直接係
係扭轉咗呢個比賽嘅一個叫做天平啦。雖然天王山最尾都係由 Celtics 贏啦，咁但係比賽嘅 series 俾人先拎咗一場啊嘛，咁所以就算天王山贏咗翻對 Game 6係溜人主場，嗰個優勢仍然係倒向溜人嗰一方嘅，咁所以去到最後就溜人成功進入到呢個嘅最尾嘅呢個東岸嘅決賽啦。咁呢個受傷都係令到唔單止係即係 Celtics 有好大嘅陣容嘅更動啦，都令到即係呢一個原本係可以好刺激嘅一個比賽，或者一個可能有人係覺得上年嘅 Celtics 係唯一可以同雷霆分庭抗禮嘅球隊，衛冕冠軍 Jason Tatum 嘅受傷就會令到成個 series 或者成個季後賽啦，就好多嘅 what if 啊，就好多嘅如果係點點點咁會點點點咧，咁呢個就係件事可惜嘅地方咯。咁我會覺得即係受傷嘅問題困擾咗好多球員啦，喺上個賽季，無論係啲年輕嘅即係當家球星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叫阿基里斯嘅大傷啊，都係上個賽季季後賽入面好影響住戰況嘅一啲東西啦。呢個阿基里斯受傷之後咧，都間接地令到即係 Celtics 都唔係間接，係直接地令到 Celtics 嘅陣容去解體啦，即係冠軍班底啊拆開咗啦，因為就唔想俾奢侈稅啦，唔想就俾咁多錢俾一年啦，所以基本上好多我哋冠軍班底嘅球員都拆散咗啦。今日講緊係即係 Kristaps Porzingis 啊，講緊 Jrue Holiday 啦，呢啲球員都係有受傷嘅問題啦。Porzingis 甚至係急速下滑添啊，咁啊都係即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原本以為 Celtics 嘅呢個陣容會係一個叫做東岸嘅一個攪局者啦，咁但係因為呢個受傷，呢個嘅整體咁靚嘅陣容雙探花組成嘅球隊，最尾就拆剩得翻雙探花，又或者有冇可能係 Tatum 翻嚟之後連第二個探花都冇埋，因為之前都有新聞傳出係會想加入 Jaylen Brown 咁樣。雖然而家 Celtics 嘅戰績比我預期中要係好啲啦，咁但係隨住賽季嘅深入，好多球隊嘅狀態越來越 fit。講緊呢段時間魔術嘅狀態越來越 fit 啦，跟住呢個嘅 Raptors 嘅狀態越來越 fit 啦，熱火嘅狀態越來越 fit 啦，所以好有可能地其實 Celtics 而家保有嘅領先咧，保有嘅即係戰績上面嘅排名咧會向下跌嘅。我諗我預期咧都係可能會去翻呢個附加賽前後啦。但係好消息係咧 Tatum 嘅回歸時間咧係要比 Haliburton 要早嘅，咁所以佢應該我諗可能即係仲有幾個月度咧佢就會翻嚟㗎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呢件事情都係令到 Celtics 呢支球隊咧叫做係完全同以前係不一樣啦。咁呢兩單係好可惜嘅一啲即係受傷嘅新聞啊。好，第六單新聞咧就係呢個 Cooper Flag 啦。咁啊 Cooper Flag 作為狀元咧，呢啲嘅新聞咧喺上年嚟講絕對就唔係咩大事啦，因為其基本上 Duke University 嗰年嘅比賽未打完咧，都已經話佢係狀元㗎啦，基本上揀硬㗎啦。但係最大嘅新聞咧，佢係乜嘢咧？就係呢一個嘅獨行俠呢個嘅牛仔啊，係以 1.8% 嘅超低機率抽到2025年嘅狀元簽，同時揀到 Cooper Flag， 而同時之間當年佢係賣咗自己嘅當家球星啦。咁所以種種嘅巧合底下咧，就令人覺得佢係唔係有一啲嘅造馬成分喺度啊？我都係特登又出咗條片去講呢件事情嘅。咁無論有造馬又好，冇造馬又好，啲陰謀論係點樣講都好 ，Cooper Flag 嘅表現越來越穩陣啦，越來越好啦，尤其是係防守上面嘅即係幾唔錯嘅表現啦，加埋呢段時間進攻上面嘅回溫啦，都係令到 Cooper Flag 咧其實係一個叫做慢慢對應緊自己天賦嘅潛力球員啦。但係呢 1.8% 絕對係 NBA 歷史上面其中一個即係最難去解釋嘅一個運氣啦，因為好多嘅 coincidence 喺當中啊，無論係講緊話你 1.8% 嘅抽中啦，定一話係你啱啱先至 trade 走咗自己當家球星啦，種種嘅東西都令呢件事好撲朔迷離啦。而同時之間咧，都係有好多球隊好抌心口嘅，講緊呢個 Wizard 啊，講緊呢個嘅猶他爵士啊，講緊馬刺啊，全部都係即係黃蜂啊，呢啲全部都拎緊呢啲極高嘅選秀權嘅機率啦，最尾都係冇得去揀，好似即係最慘係爵士啦，應該聯盟墊底擺爛嘅球隊咧，最尾好似係第5順位定第6順位啊。所以就會令到呢件事情引起好多嘅討論啦。當然我哋都有做片去講呢件事啦，尤其是係引用翻當年同樣地都係全美最好嘅高中生、全美最好嘅年輕球員 LeBron James 嘅選手咧，騎士隊都係差唔多嘅概念嚟㗎咋。咁所以你話呢啲有冇當中有啲即係 tricky 嘅成分咧？好難講啦。咁但係當然有啲陰謀論啦。咁啊 NBA 不乏就係一啲嘅陰謀論啦。咁無論信又好啊，唔信又好啊，總之就係當一個有趣嘅新聞我哋去回顧啦。咁啊講緊話 Cooper Flag 表現越來越好啦。我希望獨行俠真係揾到一個啱嘅出路啦，真係揾到一個佢哋可以長久地有競爭力嘅陣容啦。咁講緊而家要交易 Anthony Davis 啦，唔知會換取啲咩球員翻嚟啦，又唔知道佢哋會有啲乜嘢後續嘅交易啦。總之而家雖然呢排嘅狀態係好咗，但係仍然係蒙咗個陰影啦。咁啊去到即係美國媒體講嘅最後一單嘅叫做今年嘅年度大事啦，就係紐約人啊晉級咗個東岸嘅決賽啦。啱先大概有講過少少紐約人嘅，咁點解呢件事係咁緊要咧？
我哋 podcast 都有講啦，就係因為紐人係事隔咗25年重新翻到東區決賽啦。講緊紐人其實係一個魚腩嚟嘅，早幾年都去到前年開始咧，即係 Jalen Brunson 嘅加盟之前呢，都係一支麻麻地嘅球隊嚟嘅。咁但係上年時隔25年重新地進入翻呢個決賽咧，都係令到好多球迷係為之動容啦，包括我在內啦。25年係一個咩概念？係1/4個世紀啊！講緊話我都冇25歲咁大喎，係咪？咁其實呢件事情係非常之誇張。對上一次紐約人係入到呢個嘅 finals 啊，東區決賽啊，我係未出世嘅其實。咁所以呢件事情絕對係一個值得去欣賞同埋值得去讚賞嘅地方嚟嘅。咁紐人嘅情況唔單止係話上年嘅表現唔錯啦，同時之間喺今年開季雖然有少少嘅 sloppy， 但係慢慢陰啲紐人呢，今年嘅表現就叫做越來越好啦。咁啊以而家嘅戰績嚟計呢，排名東岸嘅第2位啦，咁啊僅次活塞2個嘅勝場啦，咁啊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表現啦。同時之間早2個禮拜贏咗個 cup game 啦，大家都會講嘅，呢個係我 personally 覺得今年其中一個大事啦。咁啊講完呢個 NBC Sports 所講嘅即係7單最大嘅事情啦，咁啊先嚟2單呢係呢一個賽季其他嘅 forum 有討論過嘅內容啦。第一個呢，同樣地啱先有講過嘅，同紐人一樣呢，都係一個嘅翻身表現啦，魚腩翻身啊，就係我哋今年嘅最愛，其實唔係上年都係最愛噶啦，底特律活塞啊。底特律活塞其實呢，喺2年前呢，佢係寫下咗叫北美運動史上最長嘅28連敗啊！28連敗係一件好誇張嘅數字啊，即係其實已經係講緊話超過1/3個 NBA 賽季喺度輸緊啊！對於球員嘅心理狀態極度困難啊！而同時之間唔單止係叫做話籃球史上嘅一個最大連敗啦，都係北美嘅運動史上一個最長嘅連敗紀錄啦。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包括棒球，包括呢個嘅即係 NFL，包括呢個嘅 hockey，全部都係最大嘅一個連敗數字啦。即係冠絕咗所有嘅一個嘅運動嘅行列入面啦。咁但係喺短短嘅2年之間，上年東區第6入到去季後賽，喺季中至季尾有一個13連勝嘅表現，同時之間同呢個嘅紐約人打到 Game 6，而呢樣嘢都係令到人哋即係跌破眾人眼鏡啦。開季到依家一啲嘅球員嘅回歸同埋再一次嘅進步，呢支球隊而家排名喺東岸第1，其實係一啲令人難以置信嘅表現嚟嘅。今日講緊話即係佢哋嘅轉變喺邊度呢？唔單止係 Jalen Duren 嘅進步啦，唔單止 Cade Cunningham 嘅進步啦，唔單止 Jaden Ivey 嘅進步啦，當然仲有係炒咗教練即係個 Monty Williams 啦，揾咗呢個前騎士教練 JB Bickerstaff 啦，咁啊令到成支球隊喺防守上面啊或者 energy 上面啊係一個新嘅 level 啦。咁呢支球隊每個人嘅即係定位非常之清晰啦，咁啊有一個控場嘅角色，有呢個 Cade Cunningham 啦，有啲老將 Tobias Harris 啦，有外線嘅一啲射手啦，呢個 Duncan Robinson 啦，咁講緊上年仲有 Tim Hardaway Jr. 同 Malik Beasley 啦，然後側翼嘅球員Ausar Thompson 呢個即係持續進步緊嘅一個嘅球員啦，咁啊後衛嘅一個雙能衛 Jaden Ivey 啦，咁基本上呢一支球隊嘅陣容可以話係非常之完整啦。咁但係醜話都會放喺前面嘅，我嘅2026年 prediction 呢，雖然東岸第1而家係活塞啦，但我仍然係唔係特別信任活塞係可以入到去一個好深嘅季後賽嘅場次啦。我預計可能係第2輪或者頂到盡都係衝唔出東區啦，因為講緊去到季後賽呢啲球員係需要撞板嘅，係需要有啲嘅經驗去吸取嘅。咁唔係今年嘅 not this year， 可能係出年，可能係再之後個年。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支球隊只要係繼續按照住呢一個嘅方向，呢個進程去發展嘅話呢，係一支不可忽視嘅球隊。大家要開始越來越留意呢一支嘅球隊啦，唔係將個重心繼續放喺咩 Celtics 啊，放喺騎士啊，放喺湖人啊，放喺呢啲嘅流量大隊身上，而係好多嘅小球隊啊，一啲香港唔係好討論嘅球隊，但係佢哋表現係非常之唔錯啦。一嚟係活塞啦，第二係魔術隊啦，咁啊再嚟無論係即係拓荒者又好啊 Raptors 都好啊，呢啲球隊都係 up and coming 喺後面急起直追嘅球隊啊。咁啊講緊呢幾年 NBA 格局都係咁樣噶啦，東岸嚟計可能都係騎士啊，呢個嘅 Celtics 啊，然後呢個嘅紐約人啊，甚至可能溜馬、公鹿啊、熱火呢啲我哋叫做喺下意識地腦方面 preset 咗一個程式，覺得佢哋有競爭力球隊。同時西岸都係咁樣噶啦，覺得可能金塊啊、雷霆啊，當然呢2支係真係好強啦。然後仲有咩火箭啊，仲有啲乜嘢勇士啊、湖人呢啲即係傳統 old school 啲嘅球隊啦。其實後面仲有好多球隊最近上嚟講，可能木狼啊啲年輕啲嘅球隊啦。然後講緊即係呢個嘅拓荒者啊，雖然即係而家仍然喺附加賽邊緣啦，咁但係佢哋表現今年係好過上年好多啦。呢個嘅 Camara、Danny Avdija 嘅表現好穩定啦。咁啊基本上呢啲嘅球隊，無論係東岸又好、西岸又好，暫時兩邊嘅版面都係即係同往年冇好大嘅分別。
別啦。咁但係慢慢地有啲球隊 up and coming 追上嚟咧，我相信第時一啲嘅即係叫做東西岸嘅實力嘅分佈或者東西岸嘅戰力嘅排行咧，可能就係要重新再嚟過啦。講緊就係一啲嘅新嘅球隊崛起啊，馬刺又崛起啦，然後呢個活塞又崛起啦，速龍又崛起啦，魔術又崛起啦，呢啲嘅球隊就會令到 NBA 更加有趣啦。再嚟去到即係網上揾到個第二個咧，咁啊夾埋講到第9個噶咯，就係關於呢個 NBA Cup Game 啊。NBA Cup Game 咧，其實當年嚟講咧，就係一個叫做一場定生死嘅季中錦標賽啦。好多人係覺得呢件事唔好嘅，因為球員本身已經係好容易受傷啦，打唔到比賽咪更加容易受傷。咁但係打咗3年之後，發現呢個 Cup Game 咧，去到呢啲嘅決賽圈係有啲嘢睇嘅，尤其是去到 Las Vegas 嘅嗰堆比賽咧，雷霆打呢個嘅馬刺幾好睇啦，最尾 Finals 馬刺打呢一個嘅紐人都係幾唔錯嘅表現啦。咁但係你與其話係呢個季中錦標賽係個比賽內容好睇，我更加覺得係喺賽後頒獎嘅時候係一個年度最大笑話。呢一個嘅 Josh Hart 用佢嘅手指公去吉呢個 Jalen Brunson 嘅 pat pat 喺呢個 National Television 一個嘅季中錦標賽嘅頒獎典禮，可能以億計嘅觀眾睇緊呢個嘅直播，就算冇億都起碼有千萬。呢件事情我諗係年度最搞笑嘅行動同埋一個 moment 啦。咁啊只能講係薑係老嘅辣啦。咁啊基本上紐約人呢場比賽贏嘅原因就係呢個嘅後備嘅一班老將啦 ，Mitchell Robinson 啦、Jordan Clarkson 啦，呢啲嘅球員嘅表現啦，同埋就係馬刺嗰邊嘅狀態明顯地好似不在線上啦，維米亞文又有啲嘅屋企嘅事情令到佢嘅狀態又差咗啦。咁所以成個嘅比賽睇完落嚟講咧，叫做係冇話係十分之刺激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最令我叫做係有印象深刻嘅深刻點咧，就係頒獎嘅嗰一刻嘅嗰個動作，即係呢個 Josh Hart 嘅呢個行為。你要諗一樣嘢係咁，佢哋要幾 friend， 要幾熟悉呢啲嘅朋友，喺呢個咁大嘅場合有數百數千部手機或者相機影佢哋嘅時候做呢啲行為，然後轉個頭就全網瘋傳呢件事情，我覺得實在係年度唔可以話係最大嘅新聞，但一定係其中一個令我覺得最搞笑同埋有啲嘅會心微笑嘅 moment 啦。就係你男仔之間啊，你哋可能會中意 Happy Corner 啊，中意即係你讀下我，我讀下你啊，係咪？即係呢啲係男仔讀書嘅時候會玩嘅東西。喺 NBA 最高舞台，可能第2高啦，因為始終 Finals 會高啲，呢個 Cup Game 嚟嘅啫。做啲咁嘅行為，全世界幾百萬幾千萬隻眼望住你，其實係真係好搞笑啦。咁我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今年幾印象深刻嘅一個點啊。咁既然都講咗9個啦，唔爭在我自己補充一個啦。今年做完片落嚟，我覺得其中一個令我最印象深刻嘅一條片呢，就係呢一個 Aspiration 嘅醜聞事件啦。呢件事情實爆咗好多好潛在嘅問題出嚟啊，就係規矩上面、規章制度上面嘅蕩然無存啦。如果一位球員嘅薪金係可以利用額外公司嘅一啲注資去彌補佢哋收入嘅不足嘅話，咁基本上可以話，只要支球隊想簽到位球員，係一定係可以簽到啊！全部 NBA 嘅老闆身家即係動輒都有幾千萬美金啊，幾億美金啦。我要呢位球員嚟幫我去做嘢，我開間空殼公司俾佢，然後我注資個即係幾千萬落去，有啲乜嘢嘅問題呢？呢單 Aspiration 醜案其實係暴露咗一個籃球喺即係薪資上面極度唔公平嘅一件事情啦。而到而家仍然冇一個叫做合理嘅調查報告喺當中，而當中幾個持份者，無論係快艇本人啦、Kawhi Leonard 本人咧、Aspiration 公司啦、呢個 Steve Ballmer 老闆咧，呢幾個嘅持份者呢幾個單位咧，仍然係冇任何嘅 address 嘅，冇任何即係對於公眾有一個嘅叫做即係交代咁樣啦，都係輕輕帶過咁啊，即係高高拎起，輕輕放下。呢個似乎就係 NBA 想去即係用呢個方法嚟去處理呢件事情啦。咁但係呢件事情可能看似係一件好小事，但係我哋轉個角度嚟睇，如果我係一支球隊，我想要囊括市場上最好嘅全明星，但係球隊嘅薪資係唔足以去做到呢件事情嘅，咁我咪開間公司俾你，然後我賺錢俾你，每個月咪供你食、供你住、供你屙、供你瞓咯，係咪？咁但係呢件事情對於一個嘅籃球嘅競爭公平性嚟講，係衰過組團啊，係一個極度唔公平嘅行為啦。呢件事情咧，由上年嘅7月、6月講到依家，原來唔覺講咗半年啦。咁啊，講緊話呢個 investigation 咧，應該喺2月嘅時候就要去做完噶啦。咁我到時就睇下有冇啲咩新嘅消息 further 係講咗出嚟，究竟有冇一個嘅違規喺當中咧？我覺得必須係要去嚴懲呢件事情啊，因為佢係影響緊成個籃球嘅生態同埋風氣啦。咁啊，當呢個籃球同賭博同一啲場外收入係有個好強烈嘅
掛鈎嘅時候，本質上呢個運動嘅公平性或者呢個運動嘅嗰個嘅有趣程度就會俾呢啲嘅東西去 side track 咗啦。咁我覺得有限度嘅賭博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會吸引到你可以更大程度咁去觀賞呢個籃球，觀賞籃球側邊嘅所有事情。因為包括去交易去邊隊呢，其實美國都可以賭嘅。其實當然香港就未有啦，但係出年我哋就會有一個嘅即係馬會會有個籃球嘅投注啦。但係當你呢一個 NBA 嘅集團 NBA 嘅呢個嘅官方係 serve for 呢啲嘅賭客 serve for 呢啲嘅莊家嘅時候咧，呢個嘅籃球運動就變得唔純粹咯。所以我覺得即係 aspiration 係其中一個即係同金錢去掛帥咗嘅一件事情咧，就會令到呢個嘅運動上面本質嘅公平性啊。咁你要組團啫嘛，我俾錢你嚟噶啦，咁我唔使喺即係透過 NBA 嘅規範去維持公平噶啦。我長路我俾錢你，咁你用底薪嚟加盟我都得啦，係咪？即係譬如假設為例 LeBron James 出你冇合約啊，我某一支球隊我當假設好啦，呢一個嘅 Las Vegas 嘅新球隊啊簽 LeBron James 翻嚟，然後咧我同你講話，我就俾底薪你，老將底薪你，但係咧我個賭場收入咧我就分一半俾你咁樣，幾千億喺嗰度，咁樣都得㗎，係咪？咁但係咁樣會令成件事情非常之唔公平咯。咁我科呢度就係10件，我覺得2025年一個即係幾值得回顧，有開心嘅，有唔開心嘅，有令人氣憤嘅，有令人不解，有搞笑嘅，總之好多今年嘅新聞或者今年嘅一啲回顧咧係幾 fruitful 嘅。咁但係上呢個就係今日嘅回顧內容啦，着下單新聞啦。咁啊仲有兩單新聞咧就差唔多，我哋今集就完咗啦，唔覺講咗30幾分鐘啦。咁啊呢個好簡單嘅新聞咧就係關於 NBA 明星賽嘅投票啊。咁講緊啱啱即係41歲嘅 LeBron James 咧，咁啊正值係經歷緊生涯最差嘅賽季啦，無論係命中率又好啊，得分、助攻、籃板各方面嘅數字咧，都係一個即係下滑嘅階段啦，都係可以預示嘅東西嚟嘅。我 personally 唔覺得太係令我好震驚咁樣，因為先41歲，英雄遲暮啊，成日講英雄遲暮，一個英雄由一個神壇度跌落嚟嘅呢段時間咧，係最難令人接受嘅。咁但係就必須要經歷呢件事情，我都係傳奇球星都係咁樣 ，Kobe 又有試過，然後呢個嘅 Michael Jordan 又有試過復出呢個巫師嘅時期 ，Kobe 喺阿基斯受傷翻嚟，命中率連續幾個賽季好慘，又有試過一啲嘅明星球員去到最後冇波打 ，Carmelo Anthony、LeBron James 啲朋友個個都係咁樣噶 ，Chris Paul 俾人 send home 添 ，D-Wade 都係咁噶。印象之中，當年係即係打到季中一半嘅時候，將 D-Wade 送咗翻去 Miami， 跟住就換翻一個次輪籤咁樣，都係咁樣即係送走一啲球員。基本上好多嘅明星球員遲暮都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今年咧有個好搞笑嘅東西，上次都有講噶啦，一支球隊你唔係一個分區入面嘅叫做頭1、2嘅球隊咧，基本上你好難可以揀到3個全明星出嚟嘅。講緊當年即係宇宙勇士都係揀3個出嚟啫，係咪 Draymond Green 都冇份啦，都係 Curry、Klay Thompson 同埋 KD 啫。我印象之中咁啊，KD 未嚟之前，宇宙勇士都係即係 Draymond Green、Curry 同埋 Klay Thompson 啫。你唔會有第4個出現，你好難有第4個出現噶嘛。所以3個基本上頂到籠噶啦，頂到盡噶啦。但係以今年洛杉磯湖人嘅例子去講啦，佢哋而家係排名喺西岸嘅第5啦，意思即係話頂到盡2個全明星，甚至可能2個都未必有。咁 Luka Doncic 一定係入眼噶啦，場均講緊30幾分咁樣，然後 Austin Reeves 今年場均26分，然後又有即係7-8個助攻咁樣，都係一個幾符合全明星嘅表現啦，唯獨是係咪呢位連續22年入選全明星嘅呢位 LeBron James 今年係冇得入呢？今日講緊佢第一輪嘅投票翻嚟呢，排名喺西岸嘅第9位啦。咁啊第8位係邊個？第8位就係佢嘅隊友 Austin Reeves 咯。咁票王就 Luka Doncic， 咁當然啦，洛杉磯大城時間 Luka 爆發性表現，再加 Luka 完整嘅湖人第一個賽季場均30幾分，種種嘅 buff 加埋一齊呢， Luka 一定係排名第1噶啦。咁啊講緊喺呢個情況底下 LeBron James 可能連明星賽都冇得入喎。咁我哋嘅同事呢個 Podcast Green 咧 Draymond Green 咧就係向聯盟呼籲啊，應該要保送 LeBron James 入明星賽啊，因為講緊話以前都有保送過嘅，就生涯末期嘅 Dirk Nowitzki 啦，同埋呢個 Dwyane Wade 啦，都係即係被保送入明星賽啦。但係呢2位球員都係保送完嗰季就即刻退休嘛。LeBron James 有冇話退休啊？如果保送完佢係咪變相係等於送佢一程咧？坦白說，咁我覺得呢件事情就變得好搞笑啦。個人嚟講，我覺得係未必會有保送嘅，應該係唔會保送啦。而最尾要睇下
啦，係啲 media 票啦，加埋呢個嘅叫做球迷票啦，咁啊以一個 fan base 同埋 media 嘅風向，加埋聯盟嗰啲球員，即係想鞏固門面咧，我仍然覺得 LeBron James 可以入到全明星賽嘅，咁可能捨棄嘅咧就係 Austin Reeves 咯。咁啊，大家又點睇呢件嘅事情咧？咁啊，加埋 Austin Reeves 嘅受傷啦，所以 LeBron James 頂上佢嘅位置咧，我諗係一個我哋可以預視嘅東西啊。咁啊，大家歡迎留言度討論下呢個關於明星賽選舉嘅一個問題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千古難題，一個即係手心係肉，手背都係肉嘅一個叫做好矛盾嘅事情啊。咁啊，下一單新聞我哋嚟講下咧，就係關於 NBA 咧要去即係保護呢個選手啦，係咩意思咧？Shams 又有一個新嘅新聞去報出啦，就係話 NBA 咧通知各隊咧，聯盟淨係針對球隊擺爛搶選秀權嘅問題咧，去即係重新審視啲規矩啦。可能係即係會有一啲嘅選秀入面嘅條例係有啲改動啦，包括可能係減少或者大幅增加選秀權嘅保護啦，又或者對高順位嘅球隊做更加多嘅限制啦。其實呢單新聞最主要嘅內容應該係在於係避免緊一啲晉級唔到季後賽嘅球隊咧，喺賽季尾嘅時候選擇去擺爛啦，爭取呢個嘅更高嘅選秀權啦。尤其是係講緊話呢一個嘅可能爵士啊，又係刻意地去擺爛啊。然後我諗巫師都冇刻意嘅，爵士比較明顯少少嘅，始終 Danny Ainge 係呢啲嘅老狐狸嚟㗎啦。咁呢啲嘅條款限制有啲咩內容呢？包括係有機會係減少或者大幅增加所謂嘅選秀保護啦，即係而家嘅選秀保護咧係樂透保護嘅啫，最多去到咁啊，有可能係話即係多啲嘅保護咧，令到一啲嘅球隊好難可以透過擺爛嘅方法咧去拎到一啲嘅選秀權啦。又或者呢個比較特別少少，就係唔允許球隊喺連續2年有前4順位嘅選手啦，又或者喺3月1號即係知道自己入唔到季後賽之後開始去擺爛啦。咁諗呢啲整體嚟講都係為咗提升比賽嘅競爭力啦，同時之間都有可能係因為即係聯盟而家嘅種種同賭博相關嘅東西啦。因為一個冇競爭力嘅比賽咧，佢博彩收入咧就自然會有啲嘅下滑啦。可能呢啲嘅都係唔想球隊擺爛嘅原因咯。咁我諗即係球隊擺爛呢啲係 strategically 去得到一啲對自己有利嘅優勢啦。咁如果係要限制嘅話，我諗唔到聯盟有其他，除咗喺官方嘅說法話係因為提升比賽競爭力，其實背後係咪有啲嘅金主或者有啲嘅錢覺得咦好似你次次都擺爛呢啲嘅比賽賺唔到錢冇收入，會唔會即係背後都係同錢去掛帥呢？我反而覺得呢啲會係即係叫比較 convincing 嘅原因咯。如果唔係一支球隊透過自己擺爛，其實擺爛係有成本噶嘛，擺爛係浪費緊你球隊每年嘅錢噶嘛。咁呢啲有成本地要去得到一啲好啲嘅選手，咁其實有啲咩問題呢？即好似你玩聯盟戰棋咁樣，你一開頭你唔打連勝，你要賣血，跟住你要攞啲好啲嘅角色，攞好啲嘅裝備，你有成本噶嘛？成本就係啲血啊嘛。照樣喺籃球世界都係咁樣嘅啫嘛。你要選擇去擺爛，付出嘅成本咪你而家球隊現有球員嘅一個年紀，或者你啲球隊入面資產嘅價值嘅下滑，又或者你每年俾緊嘅唔同嘅皮費，呢啲咪你即係選擇擺爛嘅結果咯。咁你可能最尾換唔到半觀眾唔入場，呢啲都係你營運上面需要考慮嘅東西嚟噶嘛。咁但係你限制佢擺爛，變相即係逼住所有人一定要打連勝係嘛？咁其實某程度上一啲嘅球隊願意去擺爛去獲取選秀權，都係其中一個重新補強嘅方法咯。如果唔係又唔上又唔落，又唔上又唔落咁樣，要幾耐先至可以抬到頭呢？所以呢啲咁樣嘅修例呢，我覺得更多地背後係有啲嘅即係叫做金錢上面嘅考量咯。會唔會係呢啲球隊 keep 住嘅擺爛，尤其是有幾支球隊擺爛咗幾年啦，咁會唔會令到成個聯盟有啲球隊基本上比賽唔使睇，啲波唔使賭咁樣，咁啊會令到嗰個嘅效果或者賺翻嚟嘅錢會少咗？我諗呢個先至係背後呢件事情重點嘅考量咯。如果唔係喺個自由嘅社會入面，自由嘅即係個聯盟入面係嘛，我要付出我嘅代價，我要俾人工，我要俾皮費，我要俾球員價值，我要去付出我嘅未來，我要付出球員嘅即係當打嘅年紀去換取更好嘅資產，呢個都係一個我 compensate 咗我輸波嘅一個東西嚟噶嘛。咁主要贏嘅都係咁樣啫嘛。我贏緊嘅時候我有獎金，我會得到榮譽，我啲球員可以幫助我球隊建立 brand image。例如可能係呢個丹佛金塊為例，以前邊個睇金塊嘅籃球噶？而家轉個頭，Nikola Jokic 聯盟第一日，全世界幾多人瞬間成為金塊球迷？金塊幾個 league pass 瞬間有幾多人去訂閱佢？係咪呢啲都係一啲叫做你贏會得到你贏嘅收穫，你輸你要俾相應嘅 compensation 喺當中。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啲嘅規例，如果唔係背後有啲嘅叫做我哋唔知道嘅事情嘅話咧，係唔使改乜滯咯。我對於呢件事情仍然係抱一個好大嘅問號，定抑或係我理解上面有錯誤咧？如果知道
更多關於呢個選秀修改條例嘅啲觀眾咧，可以喺留言度話俾我聽啦，即係同我講多少少。我諗係咪我理解錯咗？因為我睇完，我覺得呢個新聞或者呢個嘅舉動係極度唔需要嘅東西啦，係極度多餘嘅東西啦。你又唔俾人去即係進行擺爛，你又有對於擺爛有懲罰，又或者係你係叫做係封咗某一部分嘅選秀權，咁變相呢件事情咪變得好似對於一啲卡喺聯盟中游不上不下嘅球隊係一件好尷尬嘅事情啦。即係而家講緊話你卡喺中游嘅位置，你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卡喺中間嗰啲咪變得好尷尬咯。其實即係我明白，即係觀賞性上面嘅東西啦，的確擺爛係唔好睇嘅，即係擺爛啲當球星唔出咧，對於啲現場觀眾嚟講咧，的確係一個叫職業失德啦。我成日講呢樣嘢，即係唔啱數嘅東西。咁但係球隊本質上面，我都覺得輪休又係咁樣，擺爛都係咁樣。你只能夠話佢係冇道德，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呢一個嘅行為對於佢自己係冇益，因為咁樣的確係其中一個出路。當中有幾多嘅球隊係透過咁樣嘅方法，由原本一文不值或者什麼都不是嘅球隊，瞬間變成咗一個有 playoff contenders 能力嘅球隊呢？講緊係76人當年即係早幾年之前 NBA 嗰啲嘅時代嘅時候係咁樣啦，好多球隊都係咁樣啦，以前 NBA 嘅運作都係咁樣啦。咁一路 run 咗咁多年，咁點解去到而家先至係要去修改呢？我覺得呢個就會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啦。其實都唔知道呢個嘅理解係咪正確啦，但係總之我而家睇佢哋嘅文字，睇網上嘅資料，我嘅 first impression 就係咁樣咯。但係上呢個就今日所有新聞內容啦，咁啊先嚟就係即係叫做彌補翻大家幾個禮拜冇聽到呢個 podcast，一錄就錄咗40幾分鐘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中意俾個 like comment 同埋 share，我哋下集再見，係咁先，拜拜。